啲蛋。你抬得先啊！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係我的神。今集繼續喺台中。今日我同我老婆都 book 咗 Klook 團，出發去位於南投縣嘅日月潭，仲有去埋清境農場。由台中出發去到日月潭，大概要個半鐘左右。我哋嚟到日月潭呢，個溫度都幾凍，大概係10度左右。而且之後我哋上到好高嘅農場，嗰度得返6度。所以如果冬天嚟嘅話咧，都幾凍啊！行程嘅第一站呢，我哋就去呢個圓光碼頭，聽聞嗰度埋藏咗唐三藏嘅骸骨。大約10分鐘左右呢，我哋就落船啦。上面有個風景好靚嘅圓光廟，同埋呢度最出名呢，就係阿婆茶葉蛋。聽聞係前總統蔣介石先生呢，俾咗特權佢喺呢度賣蛋。其實咁凍嘅天氣呢，突然間食粒咁熱嘅茶葉蛋呢，幾普通嘅蛋都會覺得好好食。之後我哋繼續行上去，向住上面嘅圓光廟出發啦。呢個就係唐三藏江華，呢度望出去個景都幾好，好多泰國人啊、越南人都嚟咗呢度。睇下呢度啲景都好靚。之後第3站呢，我哋就嚟咗伊達邵。導遊講過話呢度有手信買啦，可以踩下單車，最重要可以喺度食埋 lunch。呢度就係伊達邵嘅遊客步行街。由於依家時間尚早，都仲係11點幾，其實好多鋪頭都未開晒，只係啱啱開始有人流，有啲似夜市，但我自己覺得啲嘢又唔係好特別。雖然我哋兩個呢已經有少少肚餓，但見到啲嘢食呢，又冇好熱衷想撲埋去買。之後我見到個阿婆係咁 sell 我買茶。經過熱情嘅疲勞轟炸呢，我最後都屈服咗。啊，這邊有那個溫的，你要不要喝看？有溫的，啊，來溫的你喝喝看。這個是18號的，18號是紅茶味道比較濃郁。溫的也試一下。來，這是阿薩姆。哦。啊，你要喝溫的哈？來，再請你喝溫的。茶葉的。我要一盒這個。要一盒這個嗎？是。最後揀咗間小林牛肉麵。6號皮蛋撈麵。我呢個就係牛肉湯，牛肉湯非常之暖，同埋極重牛味，好適合天氣凍嗰陣時飲。而牛肉都保持煙韌彈牙。個皮蛋撈麵好食啊！係啊，因為有好大陣嗰啲葱油味，好正，撈埋啲麵度。係。冇錯。最後一站呢，我哋就去咗清境農場。呢度個市場呢都好多嘢食賣。清境農場係需要另外買門票入去嘅，成人就270蚊台幣一位。最重要係包埋最後好精彩嘅馬術表演。哇！對面仲多羊。Hello。哇！呢度冚唪唥都係羊。
羊奶嘅乳酪，好酥啊！好酥啊！咁你即係頂唔順喎。我認為呢個馬術表演呢都值回票價，成個表演大約15分鐘左右。完咗呢站之後呢，咁呢個團嘅行程就結束啦。整體嚟講，個團嘅感覺係唔錯嘅。好啦，今集嘅內容就到此為止啦。如果未訂閱嘅朋友，記得幫我訂閱，記住俾個 like 支持下我，記住睇埋啲廣告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